网络会议，用版型用客家来讲咧，网络会议，网络会议，网络会议。阿胜哥，等一下2点要开网络会议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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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邀请客家用版型讲咧，邀请，邀请，邀请。我邀请你进来哦，把你邀请进我们这个讨论的空间里面。我邀请落来，我邀请落来，我邀请落来，我邀請落來，我邀請入來。不穩定，客家用版型講，無穩定，無穩定，無穩定。可能是我的网络不稳定吧，可能是我网络无稳定，可能是我网络无稳定，可能是我网络无稳定。讯号，嘅客家用版型講咧。信號，信號，信號。厨房是我家讯号最好的地方。客家用版型講咧，做下係我屋企信號清好嘅所在。做下係我屋企信號清好嘅所在。做下係我屋企信號清好嘅所在。回音，回音客家用版型講咧。恩赏，恩赏。你的声音现在会有回音吗？你的声音也下会有恩赏吗？你的声音也下会有恩赏吗？你的声音也下会有恩赏吗？也下还会恩赏吗？也下还会恩赏吗？现在还有回音吗？也下还会恩赏吗？电脑客家用版型講咧，天腦，
天诺，天诺，天诺。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因为我本来就是学电脑相关科系的，我本来就是读电脑相关科呢。我本来就是读电脑相关科呢。我本来就是读电脑相关科呢。迟到客家用版型讲咧，慢到，慢到，慢到，他一定不会迟到。佢聽錯唔會慢到，佢聽錯唔會慢到，佢聽錯唔會慢到。個性嘅客家用版型講咧，身體，身體。心体，两个人的个性差很多。两三人的心体长动多，两三人嘅心体长动多，两三人嘅心体长动多。认真客家按用版型讲咧，就是认真，认真，认真。我知道他做事很认真，我哋佢做事當認真，我哋佢做事當認真，我哋佢做事當認真。壓力，那客家用版型講，就係壓力，壓力，壓力。真的让大家压力好大，真經本大家壓力當大，真經本大家壓力當大，真經本大家壓力當大。我感觉压力好大，我知道压力當大，我知道壓力當大，真經本大家壓力當大。吵架的客家话怎么说呢？眼嘎，再一次哦，眼嘎。真經本大家壓力當大。好奇怪哦，他们两个都不会吵架哎，很神奇哦。佢兩啥都唔會眼嘎呢。再一次哦。很神奇哦，佢兩啥都唔會眼假呢。很神奇哦，佢兩啥都唔會眼假呢。有趣客家用版型講嘅就係神奇。
神奇，神奇。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呢。佢咩係當神奇嘅人呢？佢咩係當神奇嘅人呢？佢咩係當神奇嘅人呢？順利嘅合法用白形講呢，就係順勢。順勢，順勢，結束，結束，結束，順勢，順勢，活動順利結束了。法通順勢結束嘅，法通順勢結束嘅，法通順勢結束嘅。建議客家用白形講咧，就係建議，建議，建議。希望大家能提出不一樣的建議，希望大家做得提出冇同樣嘅建議，希望大家做得提出冇同樣嘅建議，希望大家做得提出冇同樣嘅建議，交流客家用白形講咧，交流，交流，交流，互相交流也很重要，相互交流咪當創業哦。相互交流咪當創業哦，相互交流咪當創業哦。合作，合作，合作，合作。音樂表演需要互相合作，音樂表演需要相互合作，音樂表演需要相互合作，音樂表演需要相互合作。幫忙啊，客家用白形講咧，就係天數，天數，天數。小孩跟爸媽可以互相幫忙，成人嘅同爺兒做得相互天數，成人呢同爺兒做得相互天數，成人呢同爺兒做得相互天數。討論客家都係用白形講咧，就係討論，討論，討論。我會再跟你討論，我會過再老唔討論，我會過再老唔討論，我會過再老唔討論。
表决客家用盘形讲呢，表结，表结，表结。待会你们再表决一次，待会请你们再表决一次。等一下唱到个表决一摆，等一下唱到个表决一摆，等一下唱到个表决一摆。同意这个词，客家用白形讲，就系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我同意第一个方案，我同意第一个方案，我同意第一个方案。我同意第一个方案。反对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反对，反对，反对。我反对第一个方案，我反对第一个方案。我反对第一个方案，我反对第一个方案。临时动议客家用白形讲咧，就系临时同意，临时同意。临时同意。有人要提出临时动议吗？有人爱提出临时同意吗？有人爱提出临时同意吗？有人爱提出临时同意吗？散会，客家用白形讲咧，就系散会，散会，散会。今天会议就到这边，散会。今晡日会议就到鸦片，散会。今晡日会议就到鸦片，散会。今晡日会议就到鸦片，散会。好，今日嘅课程系明路会议就到鸦片结束啦，哈！大家学了两条明路会议嘅课程嘅内容，希望当日嘅职场上面用得到，喺大家要继续来思考，客家明路学业，你会提出很多精彩嘅课程内容哦。我系艾中古，我老太太讲，张来了了，拜拜。